粵語有本事，彪哥話你知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拆翻餐。嗱，日常我哋講今次比賽攞獎，得到唔少獎金喎，一於去拆翻餐，就係呢個拆翻餐啦。呢個詞係咁樣寫嘅。其中個拆字喺隋朝博雅裏邊嘅解釋係常也。另外喺清末張炳麟所著嘅《新方言嶺外三州語》裏邊嘅解釋係咁嘅：三州為暴飲一道，曰拆一餐。嶺外三州就即係惠州、梅州同埋潮州。咁啱先嗰句話嘅意思就係講呢三個地方啊，將吃喝一次稱為拆一餐。我哋粵語呢就保留咗拆呢個講法，但係意思就延伸為大飲大食咁解。你哋學到未呢？關注我，送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